世界出名的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，因为内部的员工对即卖的管理方式真不满，所以决定罢工要关门。这时间嘛，拄好是景伫咧铁塔设计者埃菲尔过身的100周年纪念日。而且埃菲尔铁塔公告讲，因为罢工，埃菲尔铁塔要关起来，未少游客感觉真失望。杨文祥说的讲真实的，也补充说明讲，伫铁塔下骹的区域还是有开放。 C'est la première fois qu'on venait avec les enfants à Paris et donc c'était la première activité du programme et donc on était hyper déçus de voir que la Tour Eiffel était fermée aujourd'hui. 会选择伫这一天罢工，是因为这是设计者工程师埃菲尔过身100周年，影响到真大的法国总工会 CGT 表示，埃菲尔铁塔目前的运作模式是向灾难在行，而且整体经济模式是上过有野心，无了要以每一年游客数量也有养护的成本。 埃菲尔铁塔每一天差不多会有2万的游客。CGT 表示，未来的营运成本是以每一年接待740万的游客为基础。不过，这个目标真到今唔捌达成过。Notamment dans les années à venir, à de très gros travaux de maintenance. La Tour Eiffel est vieille, c'est une vieille dame, elle a 130 ans. 埃菲尔铁塔关到站的部分，后个月会关起来几个礼拜来进行年度养护。这场罢工的行动，颠倒是无影响到工程师埃菲尔过身100年纪念活动的心情。 迄日暗举办一场音乐会，总统马克宏嘛伫 Expo 文向伊致敬。埃菲尔是土木工程师，为法国铁路网造桥甲高架桥，嘛为自由女神内部结构的设计真有贡献。埃菲尔铁塔是伊上届受到大家敬重的作品，嘛互法国伫世界舞台展现现代工业实力。公司新闻，黄文良编译。